重慶武隆天生三橋是亞洲最大的天生石橋群，為世界自然遺產及中國國家5A 級景區。這裏擁有天龍橋、青龍橋、黑龍橋三座巨型細拱橋，夾雜住來谷天堰，景色幽深險峻。變形金剛4與滿城盡帶黃金甲取景地，還包含天福觀翼等經典打卡點。從天龍橋上端到黑龍橋下端，直線距離僅有1500米。在同一河流上，連續出現規模宏偉的3座天生橋，全世界僅此一例。與其他天生橋相比，天生三橋雖然在平均孔跨參數上不是最大，但平均孔高名列前4。橋高、橋寬、橋厚均名列前3，無疑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喀斯特天生橋群。